天给这是的，大家好，天天讲做，老在你去吧，光他学习的成瘾。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第20课道歉。生活在这个大千世界里，在与别人交往过程当中，经常会做错一些事情。那么用正确的语言向别人道歉就显得尤为重要。今天我和边巴老师就给大家教一些用藏语向别人道歉的句式。说起道歉，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对不起。那么对不起的藏语表达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广巴马聪，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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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原谅。广巴唐瓦那若，请原谅。请原谅。广巴唐瓦那若，请原谅。广巴马聪，我几律贴送。对不起，我来晚了。广巴马聪，我几律贴送。对不起，我来晚了。키라咕噜马信塔，请不要生气。키라咕噜马信塔，请不要生气。给您添麻烦了，这个用藏语怎么说呢？ 키라라 특수虚送，给您添麻烦了。 키랑라突孙虚送，给您添麻烦了。 키랑라突孙虚送，给您添麻烦了。 키라라 특수虚送，给您添麻烦了。哪儿的话没有关系，这个怎么表达呢？ 가봐 가봐 툭쯤 난고 마시， 哪的话没有关系。 가봐 가봐突쯤 난고 마시， 哪儿的话没有关系。哪儿的话没有关系。 가봐 가봐突쯤 난고 마시， 哪儿的话没有关系。 가봐라 가봐라 툭쯤 난고 마시， 哪的话没关系。这是应该的，这个用藏语怎么说？ 테니 제 고여바시시， 这是应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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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抱歉，他没来，这个怎么说？ 공부마총 콩 단다 린마송， 很抱歉他没来。 广巴马聪空他的练马松，很抱歉他没来。很抱歉他没有来。广塔空练马松，很抱歉他没有来。 공부마총 콩 린마송， 很抱歉他没有来。 很遗憾，我不知道这件事情，这个用藏语怎么说？ 하자 방법 차송， 예 내嘴体하고 맞죠。 很遗憾，我不知道这件事。 하자 방법 차송， 예 내嘴体하고 맞죠。 很抱歉，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很遗憾，我不知道这件事。 하자 방법 차송， 예 내嘴体하고 맞죠。 很遗憾，我不知道这件事。 하자 방법 차송， 예 내嘴体하고 맞죠。 很遗憾，我不知道这件事。
真不好意思，难为您了。这个用藏语怎么说？ 오늘 공부 마침 키랑라 꾸니 쇠소 真不好意思，难为您了。오늘 공부 마침 키랑라 꾸니 쇠소 真不好意思，难为你了。 오늘 공부 마침 키랑라 꾸니 쇠소 真不好意思，难为您了。 真不好意思，难为您了。오늘 공부 마침 키랑라 꾸니 쇠소 真不好意思，难为你了。오늘 공부 마침 키랑라 꾸니 쇠소 真不好意思，难为你了。刚才我们学习了向别人道歉时常用的句式。根据课文内容，下面我们来重点学习3种比较重要的句型。现在咱们进行重点句型的替换练习。第一种句型是对不起，我怎么怎么了？用藏语应该是广播么从啊卡着卡着切不切？比如对不起，我迟到了。广播马从啊纪律贴送，对不起，我迟到了。广播么从啊纪律贴送，对不起，我迟到了。对不起，打断你了。广播马从你키랑키 까물 송잠借送，对不起，打断你了。广播么从你키랑키 까물기 송참借送，对不起，我打断您了。对不起，我打扰你了。广播马从你키랑라 톡순 쉬송，对不起，我打扰你了。广播么从你키랑라 톡순 쉬송，对不起，我打扰您了。对不起，我出去一下。广播马从啊七落了即主音，对不起，我出去一下。广播么从啊七落了即主音，对不起，我出去一下。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二种句型。第二种句型是这段时间怎么怎么了？提林卡萨卡着卡着切不切？比如这段时间让你费心了。提林卡萨키랑라 톡제 쇠송，这段时间让你费心了。提林卡萨키랑라 톡제 쇠송，这段时间让您费心了。这段时间让你吃苦头了。提林卡萨키랑라 꿀레 쇠송，这段时间让你吃苦头了。提林卡萨키랑라 꿀레 쇠송，这段时间让您吃苦头了。这段时间您很辛苦。提林卡萨키랑 꿀레 카소，这段时间您很辛苦。提林卡萨키랑 꿀레 카소，这段时间您很辛苦。第三种句型是很抱歉，怎么怎么了？光打卡里卡里切送。比如很抱歉，没有给你完成这件事。光打키랑키 된다티 주마송，很抱歉，没有给您完成这件事。光打키랑키 된다티 주마송，很抱歉，
没有给您完成这件事。很抱歉，没有按时赶来。广塔腿托图列兔马松。很抱歉，没有按时赶来。广塔腿托图列兔马松。很抱歉，没有按时赶来。很抱歉，我不会喝白酒。广塔涅阿拉通个米。很抱歉，我不会喝白酒。广塔涅阿拉通个米。很抱歉，我不会喝白酒。很抱歉，我不会打麻将。广塔涅麻将加西个米。很抱歉，我不会打麻将。广塔涅麻将加西个米。很抱歉，我不会打麻将。刚才我们学习了3种比较重要的句型，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句型在实际生活当中是如何运用的。공부치는거든 나 줄래서 개지기 말해 지랑기 드즈를 붙고 있어야다 링보면 까면 니 휴가서 친구 공부면서 동전 나 말해 지랑 니 이츠 용조 대치해 도대체 前面我们在学习课文道歉和情景对话当中遇到了很多生词，下面让我们来重点学习这些词汇。你去吧，第20。你去吧，第20。你去吧，第20。广塔修，道歉。广塔修，道歉。广塔修，道歉。广巴，当晚啦，原谅。广巴，当晚啦，原谅。广巴，当晚啦，原谅。几率贴，来晚迟到。几率贴，来晚迟到。几率贴，来晚迟到。咕噜行，生气。咕噜行，生气。咕噜行，生气。胖不穷，遗憾可惜。胖不穷，遗憾可惜。胖不穷，遗憾可惜。哈国知道。哈国知道。哈国知道。姑捏所难为。姑捏所难为。姑捏所难为。孙不所打扰。孙不所打扰。孙不所打扰。突厥所费心。突厥所费心。突厥所费心。咕列所是吃骨头。咕列所是吃骨头。咕列所是吃骨头。李柱穷完成。李柱穷完成。李柱穷完成。腿托度按时。腿托度按时。腿托度按时。
屯大事情，屯大事情，屯大事情，麻将객打麻将，麻将객打麻将，麻将객打麻将，永作所有的，永作所有的，永作所有的，解析一切参考资料，解析一切参考资料，解析一切参考资料，给的用带来，给的用带来，给的用带来，给什么也，给什么也，给什么也，敌人在此期间，敌人在此期间，敌人在此期间，巴尔格照相，巴尔格照相，巴尔格照相，滚吧，寺院，滚吧，寺院，滚吧，寺院，拉康金堂，拉康金堂，拉康金堂，巴尔格照相，巴尔格照相。巴尔格照相。前面我们学习了向别人道歉时常用的句式、句型、词汇，我们还进行了情景练习。那么您学会了如何用藏语向别人道歉吗？好，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学点家伙。让我们下堂课再见。